大家好，你看前面有条路，路都不是个行，世间里按道路，前人數14、12節咁樣講到，按道路人家話到七路樣，但係世界獨每個都係滅亡嘅路。各人世間里行家走家嘅路，各差似有嘅路錯嘅對嘅路，但係聖經講到出每都係滅亡嘅路。約翰福音14條6節，耶穌咁樣講到，我都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冇一個人能進到天阿爸係冇見過我。我係講兄弟姊妹啲，耶穌講基督係真理道路，基督係對嘅路，係咪人相信佢要真理而行，要道路而行，要生命嘅路而行，因為耶穌咁講佢真理道路生命，佢就係正當嘅路，係咪人聽一嘅路，一天得到真理嘅路，因為佢講冇見過佢，冇一人能進到天阿爸，係咪人聽耶穌嘅路，一天得到永遠嘅路，然後自己離開呢個世間，自己嘅靈魂進天家嘅路，因為聽到耶穌，佢自己都係真理道路生命，天家嘅路，一天自己唔係同路，一天去到天父等高嘅路。這樣人自己係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自己嘅救主，因為佢自己嘅道路，自己一天去到對嘅路。到出尾，自己唔係得到滅亡嘅路，因為佢嘅真理道路，聽耶穌，自己得到真理嘅路。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